这是咱来强守上帝的话。今日的圣经节是伫咧传道书第3章11节。上帝创造万物，搁照伊的时诚做美妙，搁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人即路伊，第二个今日的圣经第二个部分是伫希伯来书2章5节到18节。好，咱只是同齐来读，因为阮所讲得来的世界，上帝袂捌互伊降服伫天使，独独有干净伫无所在会讲，人是啥物，互你少念伊；人的囝是啥物，互你看顾伊。你互伊掠较输天使，搁用光尊贵，互伊做冕旒，搁设立伊伫你的手所做的顶面，互万物拢降服伫伊的脚下，已经互万物拢降服伊，就无剩一项物无降服伊。总是到当咱要袂看见万物拢降服伊，独独看见迄个掠较输天使的耶稣，为了受死的艰苦，得到荣光尊贵做冕旒，通对上帝的恩，为着正人受死。因为万物所为着伊，万物所对伊的，咧带济济囝到伫阳光，就互救因的首领对苦难来诚完全，本是合宜。因为迄个互人诚成的，甲遐个得到诚成的，拢对一个出。所以因称因做兄弟，无掠做见笑。讲我要报用你的名，伫我的兄弟，学老你伫会中。搁讲我要倚靠伊，搁讲看我甲上帝所予我的囝儿，咱遮的囝儿既然三工有血肉的体。伊本身也平平有，要用死来废无有死的关系的，就是魔鬼。伊也要互一生行为死到亲像做奴才的，拢得到偷放，因为伊无牵救天使，是牵救阿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凡事伊甲兄弟三共，通伫上帝的事做人民忠信的祭司头，因为百姓的罪献挽回的祭，因为伊已经受苦来拄着刺，就会帮咱遮个受刺的人。以上是今日的圣经节，愿上帝祝福予听伊的话，都照伊的话来行的人。只是咱来请庄牧师来为咱正道分享。今日的正道的题目是上帝创造人，人创造 AI。咱请庄牧师。AI 即马大家拢就人来疯吼，即马即个真特别吼。不过今日牧师讲的即个讲道，咱等下知吼，毋是我是对电影吼，伫遮来分享。咱三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摆伫你的话的顶面，阮只松下心。主，阮知你的话，这是阮生命中的美妙，这是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当真侪阮一生，因为多靠你，免领受你较大的福气。但只是阮要对你的话松下心，看你特别甲阮松下伫地，松下伫遮来明白晓悟。实践你的真理，诚侪芳芳的罪来荣光你的名。但是要对你的话，三个实在先祈祷，
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来平安。顶个月牧师有参加迄个5月2甲23的即个台湾、日本、韩国3国的会议吼，啊受邀请吼，当然一项就是咱最近拢伫遮真知种最夯的吼，即个叫 AI。AI 是叫做人工智能吼，人工智能即个议题来做圣经的研讨。啊，所以牧师就用电影吼，即个 Ex Machina 吼，即个电影来探讨人造意识甲救恩。其实这一部伫迄个2015年伫英国吼演出的一个叫做由导演吼，即个兼编剧吼亚历克斯迦南。伊所制作的一个影片，台湾伫遮翻译做人造意识。咱再有一句广告的即个的广告词讲，科技始终来自人性。高科技都是从什么人人性来。咱今仔日的高科技即个已经具备有创造更较人性化的即个机器，甚至伊的外形。会当互伊若像人真诶人共一样，也因为安尼生，就有啥物？就有人会问讲，人造意识诶机器人，敢无灵魂甲啥物？救恩嘛？伫即个所在，咱爱真细腻咱知只有上帝创造，特别伫即个万物中间，啥物人？人才有即个灵魂人创造诶机器，敢有可能有灵魂？甲救恩，我甲咱讲无个啦不过会当伫遮来讨论所以伫遮牧师会问讲，恁认为怎样所以今日要对这部电影，咱同齐来思想看卖像这部电影，伊的名叫做《人造意识》（Ex Machina） 伊会当看出这个导演已经卡书这个 Ex Machina 这个词原本是出伫一个什么叫做Deus 希腊文的什么神，是讲上帝的意思。甲伊的意思讲 God from the machina 这个意思。这编写伫戏剧中所使用的一种文学的技巧，当剧情发展到真做这个瓶颈，是讲失控的时，恶伫遐继续落去甲为了要剧情会当继续落去，所以就搬出什么上帝。所以恁就知影讲电影就安尼做，何况咱人呢？甲所以将这上帝角色真做事件难题困境的解决者，甲运用上帝的大力、气力、大能力，来创造出意外的神力，通互这个故事就什么完美的结局Deus 就是安尼对希腊文上帝意思。所以这片的这个片名即个用什么 ？Ex Machina 一边无这个 Deus 这个上帝，好像伫暗示讲一个无上帝，完全是人所创造出来这个机器的产物，就是具备有超强的这个智能意识，迄个将会是啥物款的结果咧？检测就是讲一个冰冷的一个机器剩落来讲一项尔。所以伫遮牧师当然爱小可介绍这个 Ex Machina 这个剧情的大纲伊这个故事的背景叫做 Blue Book 就是蓝皮书。伊是一间伫咧处理全世界全球超过90成的网络搜寻的这个大公司这个 Blue Book 这个公司伊是高端听书。而且听识的一个设计师叫做加力，伊伫即个员工的抽奖员工抽奖咱拢就爱抽大奖。阮囝伫咧公司咧上班讲会当抽大奖，10万块奖金对来讲真大份。伊就抽到大奖，受邀请去即个创办人 CEO 叫做 Nathan 真水的一间别庄。伫遐来度假一礼拜当即个家里伊真欢喜坐到即个直升机到即个
偏远的即个别庄啊，公司的总裁即个 Nathan 伫遐见面的时，伊才知影讲，我原来毋是干来度假呢，我还有一咩？我还有一个任务吼，对任务吼，虽然是7天，啊，伊有一个任务，就是即个总裁甲讲吼，别庄其实是一间秘密的什么研究所，伊要加入签署吼签订一个叫保密的即个保密企业吼，一了后，伊请加入安那，接下来7天，爱帮助伊吼，对新开发的人工机器人。哦，入围哦，叫做 EVA 来进行一种叫多人的测试，哦，图灵测试，一种人性的实验。检验这个 EVA， 伊是毋是具备有这个人类的什么心智？哦，那像上帝创造人类的第一个女性，什么人？夏娃哈。所以这个天才，这个科学家 Nathan 哈，伊创造了 EVA， 上帝创造夏娃啊。天才科学家创造 EVA， 而 EVA 甲夏娃吼足相共的吼，啊那伊只惊记着即个创设伊，啊是讲造物伊啊的 Nathan 以外，头一个男性，对什么人？对来到即个所在度假的加勒吼加勒，啊了后咧，伊就开始一连串即个多人的吼即个测试吼，啊伫即个频繁的接触下面。啊，卡咧，伊渐渐，互即个 A 版啊，甲吸引，互即个机器人，伊机器人做起来足水诶吼。啊，佫是对话，佫对话了袂歹，咱人就是安尼哦，查甫人甲查某吼，久久若对话吼，我甲恁讲，牧师甲牧师是，我毋捌甲女性哦讲话会当讲4点钟，你敢毋知？我得甲牧师讲话讲4点钟就甲带，搞往甲带起来。男女要多讲话哈，多分享哈。我跟你讲，你就可以找到你的另一半哈，这是一个很重要哈。这牧师甲咱教哈。咁所以伫这对话中啊，这个安那，这个卡咧吼，伊说渐吼，这个咱人类中间这人甲人中间这个好感甲信任感。甲这个 A 吧伫这中间，伊表示安那，伊无爱安那，互人屈伫这个什么，这个所在，伊期待会当啦吼。啊，出击这个吼，这个以这个做求创作的所在，甲所以这个频繁的接触的卡咧吼，伊渐吼这个 A 吧吸引，伫对话持续中间，伊知影这个 A 吧吼，啊当然这个中间人甲人的关系，人甲人的好感，人甲人的信任感伫遐来建立，哦啊伊也知影讲 A 吧无爱受禁锢伫这个Nathan所创造这个实验室内底，啊所以 Kara。卡咧啦吼，伊的情绪也受到即个 A 的影响，人甲人拢会影响，咱一定要清楚。伊感觉家己已经啦介意着即个 A 是毋是后来呢？伊怀疑伊家己，怀疑家己哦，自我怀疑讲，我是毋是也是一个人工什么机器人，人造人吼？啊，地搞呢？伫种的思想下面，才开始有啥物自残，所以人哦，伫迄个无肯定家己。啊，伊对家己信任无够，还是无了解家己爱情细腻吼，都一寡反人性的迄个行为出来吼。所以这部电影伊伫遐探讨的就是主题，讲人之所以为人吼，人类的本质到底是啥物？吼，这个人，敢若袂叮当。哎，歹势哈，来，好。人之所以为人，人类的本质到底是啥物？咱在伫圣经创世纪2章第7节有甲咱讲哦，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土粉啥物？敲做人，啊个分即个呐，吼，活气，哦，灵的活气伫人的鼻孔内，人就诚做有灵，哦，活的灵魂。所以即个人就诚做活的灵魂，这真重要一项鉴定标准。就是人具备自由意识，迄是上帝啊！所互人类上宝贵的什么礼物？所以咱有自由意识，咱无像这个机器人吼，啊，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啊，这自由意识，互人会当独立来思考，我想要做什么？
会当自由判断，我就会当做什么吼？啊，自由选择，我就会当做什么？假使有一天，就像 Ex Machina 所描述的吼，当即个人造人，还是讲即个 AI， 伊无过是一具的冰冷的机器人，就亲像什么？就亲像人类同一样吼，伊外形有即个啊呐，即个人的即个皮肤的即个触感吼，啊个体内晶片设计大数据吼，互伊啊呐会当有理性，佮有意识的思考，会当做出精准判断甲决策，是毋是啊呐？啊，佮有即个心理上性的反应，会当甲人类做出情感互动，那呢？咱敢会当称伊做人嘛？就现在伫即个电影中间，即个 Eva， 伊毋敢若具备即个美丽女性的外形、晶片的即个设计，拥有真大数量的数据资料库，会当做出比人真的人更较优秀的即个思考、甲判断、甲反应，并且佫会当有意识的表达出家己的意愿。譬如讲 ，Eva， 伊想要直接表达一个真程度，讲伊要离开即个实验室、研究室，伊想要拥有啥物自由的管理等等。所以，咱就知影讲，这自由毋是干那人机器人若想要自由真清楚伫这中间只表达。那呢，伊是毋是会当算作是一个真正的人呢？咱知影拥有即个自由意识即个自由意识，是毋是就拥有即个灵魂呢？敢在对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当 AI 人造即个人工智慧会当自动思考，伊还佫会受限伫创作者所予伊即个原始的设定嘛？那会当真对真正会思考有人性的人工智慧，伊的创作者也都是人类。要有权力令伊终止伊嘛，停止供应电源，还是杀了这台机器人，是毋是等于杀了伊的灵魂呢？这拢是值得咱遮来思考一个真会当思考的议题所以根据圣经，咱知影上帝伫第7天创造夏娃，所以电影内面这个也使用这个卡勒甲亚伯接触的7天7个阶段来呼应伊人格的成长，所以导演也透过这个人甲人的互动，人甲人造人 AI 的互动，人造人甲人甲人造人的互动，互观众去思想人性的一寡本质，譬如讲单纯甲什么邪恶、信任甲怀疑、试探甲利用。所以伫即座即个独立的即个实验室内面，每一个人甲人造人 AI 拢加进伊的脑汁，伫遐试探彼此，也是怀疑家己。当即个人造人，还是讲即个 AI， 伊学晓即个咩讲白贼欺骗，还是讲白贼，人类敢有可能赢过伊咧？斗过他吗？所以现代人已经离袂开即个咱咧讲即个3C 的产品一天24点钟，真侪人拢超过8点钟以上伫遐沉迷伫什么电脑、手机网络，其中的中间追求即个什么兴趣。所以咱已经知影讲人已经离袂开即个什么 AI， 离袂开即个机器甲 AI 伊敢会需要人类嘛？所以这个究竟人工智慧是人类的未来，还是结束人类的未来咧？这是咱爱思考的你感觉怎样？所以伫这方面的看法，牧师个人的思考，对传道书3章11所甲咱讲的，上帝创造万物，各照伊的时诚侪美妙，各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这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人袂会测度伊。用各种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
这段圣经非常的重要，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做人唔单单是只间有这个自由的意识，会当判断是非做选择，更加重要的，就是会当去思考，伊甲上帝之间有意义的连接这个关系，也就是生命之所以存在的价值甲意义。实际这项思考，人敢还佫会当称作是人嘛？自古以来，咱知影哲学即个哲学界伊伫遐咧大哉问，讲人对倒落来，人要倒落去，人活伫即个世间有啥物款的意义咧？这三大议题，如果若无甲上帝伫遮来发生关系，那呢人会生，人会死，其实甲动物共一样，也是甲机器共一样，有啥物存在的价值甲意义咧？所以因为安尼生，自我意识毋是判断自我意识毋是判断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是毋是具备有永远活的救恩观才是？而且这个永远活的救恩，上帝只敢为了人类所备办，其他的物种其他的动物拢无份，连天使也无。我想咱这是咱非常清楚。所以伫希伯来人书2章14节到16节咧，甲咱讲，打只的囝儿，既然三重有血肉的体，伊本身也平平有，要用死来会无有死的关系，就是魔鬼。伊要互一生行为死到亲像做奴才的，拢得着讨棒，因为伊无牵求天使。是牵求阿伯拉罕的后裔，这只要定义要互人得到永远活，这是上帝的囝儿耶稣基督降世完成救恩的上重要什么意义这就是这段你讲的。伫这个其上宝贵这个救恩只有什么？只有甲阿伯罕共一样，这咱对圣经的明白、晓悟甲所知的，具备对上帝同款的信心的后裔，才有这个资格来拥有的。伊并无救拔什么天使，乃是什么救拔阿伯拉罕的后裔。安尼来看 ，AI 伊敢有这个什么永远活的意念嘛？咱会当为 AI 来设计永远活的角度嘛？永远活的角度对 AI 来讲，具备有意义嘛？我想这个答案无需要解释，都应该真清楚实际上，伫这个《Ex Machina》这部电影的中间上最后这个 Eva 伊最后成功的什么？脱离这个研究室了后，伊来到这个人往人足侪人行来行去喧闹的这个混杂的大都市，来讲来到这个城市，伊讲伊徛伫这个遮尔侪人的街道的街仔路的顶面，伊好像不断伫遐咧探讨，着这个什么复杂的世界，佮好像又对这个无形的世界充满着迷惑。我所认为，咱知影人存在的价值，人存在的价值。不在伫遐不断的探讨无形人存在价值，唔只是在伫不断的探索甲不断的无形，而是具备有啥物连结？人甲上帝之间的啥物连结？人甲上帝之间有意义的连结。那欠过有意义的连结，人的一生就白白来活，更加何况这个 AI 的机器人。咱知伊的电用了，伊无再充电，就敢啥物废铁一般样。伊对这《Ex Machina》这部电影所生出的一寡议题，伊还佫有真侪值得咱人类来思考的所在。比如讲，卡咧伊的中奖，伊讲这个中奖有纪律性的其实对 Nathan 这个头家 CEO 特别为安呢量身定做。Nathan 伊根据卡咧每一工上网
查看遮个侪资讯内容中间，伊用归纳统计的数据方式，特意来制作属于即个卡咧所欢喜的菜类型，app， 所以咱就知影讲 Nathan 那甲即个卡咧当做研究并且特意安排伊来为 app 做即个多人的测试，种人性的实验。是讲被测试的对象，可能并毋是干那 app， 你是卡咧，看伊会还是袂互即个机器人欺骗，真正去爱上即个机器人 app。所以伫这所在，牧师若甲咱提醒有时咱咧用 AI， 还是讲咧用电脑咧用遮机器，甲即个手机爱真细腻，到底是你去用伊，还是伊甲你用伊会甲你骗无？他会不会骗你？真正这个人拢同款啦，是陈老师伫遮，伊忽然间伫电视若是当陈老师会出来无？用陈老师的话去讲无？会无？即摆拢会呢。搁是嘛？搁去啥物？网络骇客，搁甲你害一个你就知影讲这是咱个真细腻的所在。所以伫现实的生活中间，如果咱每一工拢伫这个手机电脑还是网络观看，还是敲找某种议题。当然，这对咱有真大的帮助。电脑的大数据，对根据你个人的喜爱，互你一大堆的什么资讯，有无？会无？你若找这项，你若较找这个学术，伊就学术；机器什么，伊就会互你。牧师若是有这个感觉呢。我最近拢咧找迄个伊就拢迄方面的资料拢会互我。所以网络有可能有可能毋是互你什么？你想要你想要或者需要的答案，而是给你什么？是给你什么？伊要给你的答案，就是伊想要给你的答案，不是你该想的买是伊给你的。但是伊讲，咱会使伫做选择可能并不是咱家己的选择，你是被引导的了，人甲你带的了后的什么的选择这都要较注意。所以，当咱咧接受这个资讯是被有意识的引带时，咱就伫这不知不觉中间，咱的意识甲认知就被被所控制，你做出对方所期待你做出的什么判断、选择甲行为。这是咱转来必须要思考的，就是什么？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人从宝贵的项具备能力的什么就是这个独立这个独立的这个思考能力。正因过头挖靠现代科技电脑的结果，咱真正具备的这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咱是毋是已经这个 AI 所提供的这个资讯，全面伫甲你掌控的？这是咱爱真正来思考的。所以伫电影中这个 app 应该是通过多人测试，伊所拥有这人工意识已经要下了这个卡咧，而卡咧伊都无通过测试，伊真正就被这个机器人所欺骗，爱上这个 app， 并且帮助 app 伫遐来导致这个研究性。而且咱想看觅，到底这个 AI 机器人会还是袂会当学习这个听咧？ AI 敢会当学习爱呢？还是有迄个什么感受迄个能力、感受力，有迄个意识无？既然知科学家对人类的这个意识如何的运作，伫脑中的神经活动中间如何产生，搁伫遐争论不断搁未完全有一个理论所以，咱如果轻易定论机器人有也是无办法拥有这个意识，学晓听，也是具备听的能力对咱来讲，搁是安搁毋是真清楚所以，伫这影片中的 app 伊的设计者设计其实有这个什么情绪表达能力的这个精品，缺无什么情绪感受力的精品。所以，咱知 AI 机器人会当非常亲像什么？亲像人但是有这个人的外表总是
伊也会当表达情绪的表达，但是伊毋是真正啦感觉到，他不是真的感觉到，你设计者、制作者呐，互伊呐真正有的物件所以跟他讲你模拟真的什么社交互动的而已。对本质来讲，因的情绪表达更加真实，也都毋是真正拢毋是真正这是拄仔咧讲设计者伊所设计。所以伫影片的最后，这个 Eva 伊抬死了试图要毁坏伊的创作者Nathan。这里讲创作者比这个设计者说该抬死并且将这个卡咧关锁伫这个研究室，出在伊自生自灭。你单独本来要坐这个原本的这个直升机在卡咧离开的直升机就 Eva 就坐这台直升机来逃走。所以卡咧甲 Eva 产生的情感，Eva 其实并毋捌伫人类真正的疼，是彼此的珍惜检查伊的设计者 Nathan 并无赋予这种的程式检查是 Nathan 伊本身，对这设计者伊本身可能也无真正体验到这个真正的疼。所以咱知本身的设计者伊若有缺陷，伊若无完全的所在，伊所设计物件一定一定也会有缺陷无完全的所在这是咱会当了解。其实一个无具备有听能力的人，也是伫现实的生活中间无找到一个值得真正去听去珍惜的人，所以爱像这个 AI 机器人是是不是很有可能？真有可能毋是无。咱即马真侪这个现实生活中间欠过这个人际实际互动关系这个灾难灾难，有可能无？有无？有啊，真侪拢买遮个假的人伫这是一定有可能，毋是无可能也只个会当得到同款的回报当然，这个是研究的中间会当来思考的问题，所以牧师期待讲，咱兄弟姊妹一定伫教会内底爱互动，人甲人关系爱互动，爱交流毋通干甲什么，甲电脑、甲手机甲遮个伫遐咧互动所以咱的 RPG， 咱的迄个小组，还是讲咱的团契，真正非常的重要。咱若无转来伫这个遮个人甲人关系中间的互动有可能就变成牧师拄仔咧讲的这个问题的产生。兄弟姊妹，咱知上帝创造人，但是咱人呢来创造这个 AI， 上帝超越人类的想象，人类还阁是无法度超越上帝的界限。也因为是人类确定会当掌握得了 AI 的发展嘛？人类真正认为 AI 一直拢会当互人伫遐操控、操纵，随在人的意志。你想要关掉就关掉，想要更新就更新，想要消灭就消灭嘛。我捌看一次电影，后来人创造的机器人就诚济诸多家所以人甲机器人就咧竞争这若是就变做机器人变做主控、掌控者咱喺伫遮来了解，实际上这个 Ex Machina 的导演，伊对伫 Nathan。而且像无意识甲情感性的这个创作，并非全盘只来接受其蕴藏伫这个对话的中间的批判拢讲明了导演伊的立场，代表人造人的创作者 Nathan 所自认为最伟大的创作，就有可能对人类来讲是是一场性命甲这个文明的这个什么大浩劫。大浩劫，咱来知影所以对人类来讲，这个 AI 究竟是福还是祸？当然，咱需要时间的些什么的印证，才能知影。所以圣经的观点是什么？箴言14章12節，直接甲咱讲，有一条路，人看做正直，
到尾行做死无的路。检在即个研发者的本意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伊无法度完全的预料所做出来有啥物款的后果。譬如讲炸弹，发明即个炸弹之父即个阿佛列，即个诺贝尔，伊发明炸药的本意是为了要帮助即个矿坑的工人，对无？伫遐帮助因挖矿的时会当减少着伤亡。结果咧，炸弹怎用伫啥物？战争的中间，造成做极其残酷、可怕、大量的伤亡甲毁坏。被称作即个原子弹的即个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为着伊所发明即个啥物原子弹，伫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大规模的毁灭，而且终身什么悔恨不已，非常的后悔。正像传道书2章18节到19节所甲咱讲，我愿用我一切的劳碌，就是我伫日光的下面所劳碌的。因为要留互我以后的人，迄个人是智慧，也是愚妄，自罪会知。也据我伫日光的下面，用智慧劳碌所做正的，伊要管辖伊，这也是功夫。检在伫将来某一天，人工的智能即个 AI 的发展会变甲人类可能安尼相差无几啦，就是讲。拢足共的，拢足像的。具备人造意识，是毋是有可能按照人类的方式，对情感、智力、精神各层次来体验着这个世界？当迄一天到的时咱会问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的问题讲：嗨，Siri， 你有灵魂吗？真正创造主上帝将未有朽烂的灵魂赐予亚当的后裔。每一个查甫人甲查某人，伊也为人类备办了永远的救恩。纵然这项宝贵的礼物，却无互任何的动物，也是机器，也因为安尼生，无动物的机器会当来思考活地的意义，甲永远活的价值。当然，也无任何人会当互这个 AI 机器人永远活的价值意义所以，咱个转来到这个电影《Ex Machina》。伊这片名所要表达的实在就是一个真正无啥物上帝的世界里面，只有啥物冰冷的机器，无美好的心念。总是咱知影，咱是一位有上帝的人，生命中随时随地拢要经验着上帝同在的水甲好，以及不断伫咱的生命中创造水甲好的心念，是直到永远，这是。永远的，这是咱伫信仰中咱真清楚的。所以咱知影伫这即摆咧讲 AI 世界顶面，咱要知影伫这会当徛在伫咱的信仰中，甲咱创造主上帝三结连，人甲人的中间三结连千万毋通干那甲啥物 AI 3C， 还是讲即个手机啊结连成为无情感的人咱真细一点，愿上帝祝福伫咱三当心来祈祷。主安的上帝，我再一摆对你的话，特别对阮所经验的，而且三较实。主可以当互阮再一摆，甲你更较水的结连，来看见你伫阮生命中的美好，无受到世界人所创造一切美好，伫遐来美学，伫遐来应用，伫遐地教含入伫死无的中间，而主你将这个永远活的活命，已经放伫阮每个人的心目中。阮伫将来，拢有上帝你甲阮三较地地的水较好，到伫最后犹原会当甲你结连，这是阮上大的愿望。可你祝福手放伫阮每一项的姊妹，也伫遮遵行伫你的话，行达伫你真理，伫人甲人会听甲互动顶面。所领受到的水较好，佮一摆将阮本身完全献上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